这个馆历经13年，克服了环境差异分析，克服了水保的问题。因为当时75年迁来木栅的时候，这些法规都还没有更新。那等到更新之后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就必须要符合更新的法令要求，所以时间拖得比较长。那累积的经费呢，总共大概到3.9亿，在这1.5公顷，也就是15000平方公尺的一个基地上来进行这样的计划。这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，是我们在对面的猫熊馆，它其实是用竹笋做造型，所以我们研究动物的心理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再有机会能够有室内馆，有没有任何机会选择一个动物做造型？那当时建筑师本来优先是建议说用昆虫，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个昆虫馆。所以在民国95年附近的时候，大家就在脑力激荡，就觉得说，我们到底有哪些保育类的动物是我们很值得去推动计划？那甚至用它的造型会蛮有趣的。后来穿山甲就确评中选。